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未有吉凶成有调，这个意思是讲，无论是好歹代志，拢有征兆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头做调，倒腰调第7调。调是一款古早卜吉凶的方式，用骨壳或者是野兽的骨头烧过了后，看伊的纹路来判断讲代志的吉凶。落尾就讲是判断代志的发展是好也是歹，咱讲是调头，也就是征调。另外，这个调嘛是算数的单位，是1万亿。咱讲1调、2调。另外，咱民间有一个俗音加一个气音，读做调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吉调，意思就是好的调头，也就是好彩头。若是讲无好的调头，就有人讲是歹吉调。第二个词读做调头，意思就是征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代志拢有调头，真侪开头奖的菜馆行，头家拢会讲到要开头奖之前有好吉调，也就是知影讲有可能伫要开出大奖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调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